是你咧讲靠背还是我讲？你靠背，靠背的。卡斯利的歌，真心有心，外国是三等，为了生活到高雄，但是你们看别人的面色，你会看别人的心情，这是为伊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这是伊的生活，嘛是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破坏，因为伊一久，唔知影笑容是怎样子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？因为你嘛知，那拢是为着别人的我，我不是为了别人在活的。爱是一首歌，一首头无花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亲像我。爱像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。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。小陈，我们唱的这么有感情，你一直在那吃花生，你现在是吃给我们看吗？咱的心情在心。